的地方，我们刚刚说哪里比较壮，哪边比较粗？树干，对，树干的地方哈比较壮比较粗，所以应该会比较适合熊先生哦。所以我们来看一下爷爷跟我们想的有没有一样哦。哇，那爷爷呢？就带着我们的大熊来到树干房，因为刚刚它是最粗的地方，对不对？那因为熊很大，所以呢，它需要睡粗一点的地方，让它整个熊都可以进来到房间里面。那而且它的上面呢还放了一个躺椅，让它可以摇啊摇。好，接下来第3位客人是谁呢？猫头鹰。对，猫头鹰来了。哇，你有没有看到他来的时候，他还撑了什么？雨伞。而且他还有戴什么？帽吗？看到这个是什么？姐姐眼镜，但是黑黑的眼镜是什么？太阳眼镜。太阳眼镜啊，因为我们刚刚说猫头鹰会